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来看台南六甲台艺线省道边仔的落雨情开始在翻红。六甲区公所举办落雨情的活动，特别来推出着美食地图，互来看落雨情的游客，嘛会当到附近来食好料的。 最近天气愈来愈寒，伫咧台南六甲台艺线省道边仔的落雨松嘛开始转红。区公所举办2024落雨松活动，今仔日开幕典礼邀请市长黄伟哲、立委陈登辉、赖慧媛、座位市议员和里长做伙为活动来做开幕仪式。市长黄伟哲表示，六甲的落雨松即马变做大家来观光游览的所在，毕竟是真出名。今年公所阁推出美食地图，方便大家食美食、看风景，邀请市民朋友就爱把握这个转红的季节。公所阁伫今年甲花海的面积扩大，和落雨松的景致相结，成做民众喜意的翕相点。台一线的一个旁边，我们也种了一个油菜花，再来的话，在中间部分也种了一个波斯菊啦，也当说是百花齐放啦。区公所表示，落雨松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美景，逐年拢请数十万的游客来这旅游，成做全国出名的旅游景点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